随着国际社会抵达北京参加2022年冬季奥运会，全球对奥运会的关注绝不能掩盖人权捍卫者将国际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众所周知的侵犯人权行为上的努力。加拿大穆斯林全国委员会呼吁加拿大政府加大力度，禁止进口来自中国强迫维吾尔劳工的商品。该组织一名负责人在书面声明中指出，全球对奥运会的兴趣不应掩盖中国众所周知的侵犯人权行为。联合国在官网上公布，在北京出席冬季奥运会的古特雷斯昨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联合国也说，古特雷斯期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与中国政府进行接触，促成人权高专对中国包括东突厥产进行可信的访问。据报道，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制裁豁免，允许开展国际和合作项目。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并于2019年和2020年取消这些豁免。伊朗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一步骤积极但不足。据哈萨克斯坦总统府发布的声明，总统多嘎耶夫在2022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仪式范围内，在中国首都北京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习近平提到，愿意与托卡耶夫保持定期接触，计划在秋季对哈萨克斯坦进行访问。2名美国国会议员提名维吾尔人权项目和维吾尔人权运动团体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们揭露中国政府犯下的反人类罪行。美国众议院议员汤姆·索奇和克鲁斯·史密斯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一份信中表示，这2个团体都在提高人们对维吾尔人遭受虐待的认识。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就乌克兰问题通电话。会晤期间，2位领导人强调北约需要团结起来面对俄罗斯的侵略。据报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5日会见土克曼斯坦总统。土克曼斯坦总统表示，土方愿同中方挖掘潜力，加快推进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地线建设等重要合作。